塞巴河滴滴落，嘿，塞巴河滴滴落，嘿。啊？塞巴河滴滴落，阿家去倒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阿高。今仔日我要带恁来草山的小游客佚佗，天气足好的呢，咱要来翕相啊！遐里呛烟呢，咱敢真正要去遐？遐敢无爆炸？安尼哦，咱做伙来看卖哈。我袂惊，好，会使啊，出发。但是你先行啦，你先行啦，你先行啦，你先，拜托你先行好无？你先啦，哇！真正咧呛烟呢，足多呢。敢真正袂爆炸？这足臭的呢，亲像有人伫放屁哦。是你哈？啥人放屁？啥人放屁？啥人放屁？头一摆看到山咧放屁呢，搁遐尼啊臭，真好笑。我想要搁较我咧看。哇！这粒山唔知是食啥物物件，才会放出遮尼济屁？遐拢无发臭，嘛无臭我，一定是放伤济屁啊！遐黄的物件，敢是伊咧臭？哇！才有一个水池仔呢，这内底敢有鱼啊哈？拢无看到鱼仔呢，而且看起来足烧的，敢若火锅伫滚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山顶的火锅，啥物料拢无。你看，这嘛咧放屁呢？伊是细粒的屁哦。而且我感觉，伊这屁吹过来，敢若烧烧呢，是烧烧的屁哦。迄看起来敢若云共款呢。若是我嘛会晓飞到云内底就好啊。阿高超你变身我足够飞我会当飞到足远的所在，披着这臭臭的云，飞到世界观今仔日有好耍呢，我足介意会放屁的山哦。食泡面的时阵，目镜看无？
在辛苦的时阵，行嘛会舞舞哦。爸爸的车窗若是舞舞，我会伫顶面画图。阿嬷讲，安尼去行会较清气哦。天顶的云，一蕊一蕊，是愈看愈高水。这是碰瓷，迄是奶子，甲蕊就无甲米。天顶的云，一蕊一蕊，是愈看愈高水。这是碰瓷，迄是奶子，甲蕊就无甲米。你看水滴啊，我看是色仔。你掠着鱼啊，我慢叫叫啊，看甲想要食饭啦。天顶的云，一蕊一蕊，是愈看愈高水。这是碰瓷，迄是奶子，甲蕊就无甲米。碰瓷，迄是奶子，甲蕊就无甲米。你看是猪啊，我看是色仔。你掠着鱼啊，我慢叫叫啊，看甲想要食饭啦。天顶的云，一蕊一蕊，是愈看愈高水。这是碰瓷，迄是奶子，甲蕊就无甲米。这是碰瓷，迄是奶子，甲蕊就无甲米。甲蕊就无甲米。哦，今仔日天气袂歹呢，对吧？敢有出日头，还是你是感觉乌阴乌阴？乌阴乌阴，停落来，停落来，行较慢呢。停落来，停落来，你咱走，阿母头壳戆戆。真好，阿母头壳戆戆，你会使帮阿母买一项无？迄葡萄。啊，你阁想要食啥物？汤匙仔菜好无？好，今仔日按顿食汤匙仔菜。好，好，啊，阁有仁仁红菜头，好，买一条就好啊。好，阁有买啥物？你阁想梅，拿梅哦，好啊，啊无买这4项好无？好，好。应该有来过一把。有咧卖葡萄，你要买这个吗？挂在钱3百9。300
390块。哦，这500块，我当你100。爸考好力，哦，感谢。多谢。哦，感谢。有拿梅，有拿梅无？拿几盒？是鸭。好。啊，你好棒哦！你要食什么菜？藤虾菜。啊，藤虾菜哈。哦，藤虾菜伫遐，这藤虾菜。哦，啊，你要去偌济？爱几张沙掌。 ？3张。哦，3张。免茶啊？妹，哦，来，这起来。哦。啊，我要伫什么？红菜头红菜头鱼啊。一条，好，好，1条免茶啊呀。是吧？好，免茶啊，再放下好。我已经买好啊，我要回去找阿母啊。啊，你买回来啊？多谢。这会讲台语。铺得铺得那那藤虾菜，藤虾菜，你要食什么菜？你要食什么菜？啊啊啊啊啊啊啊！